由細到大，我都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。每個人身後都掛住咗個氣球，雖然唔知係代表啲咩，但係身邊嘅人都叫我要遠離嗰啲氣球吹得越嚟越大嘅人。走啊走啊，爆炸啊！呢個人黐線㗎。原來所有人都同我一樣見到個氣球，只係好似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。但如果係你自己或者身邊人呢？原來啲氣球唔係咁恐怖，原來只要互相傾下，互相幫下，關心下大家，可以令成個社會都釋放壓力。原來我哋並唔冷漠。